还是起笑哦，头中头遮尔大着，爬遐尼悬伫弹吉他，应该笑笑大。有一双手来将阮牵，手壁风的是郑恺的声音。温暖阮心情，异乡的我，就小无来陪伴，甲知有你我袂孤单。有一双手来互我牵着咱两人永远相依偎。我伫阮身边，轻轻来对阮讲一声有我，甲你来作伴。我唔惊外面风雨交加，深深的思念，想要来对你讲一声，希望咱会当将咱的人生行到煞。希望后世人会当将你惜命命。安怎拄则安尼？你敢有介意？在哪里？这是，无你是把我当作街头艺人哦？啊，即摆我10块钱啦，要我打赏诶。我感觉你的表演真正有职业水准呢。哦对啦，我会替你拍谱啊。拜托诶，我呢？我自弹自唱唱几首歌，唱甲大粒歌、细粒歌，才10块。哦喏，我感觉上无价值100块。啊，不过我只敢存10块甲500个啊，我唔识。抢价无？行啦，我请你食巴黎梦幻大餐。今日食大餐就要我付钱。退袂掉，来退啊，来退啊！等下，我会支他，退袂掉。啊，毋是讲我这老菩萨，毋是照应。啊，两个都食到遮大汉啊，啊，佫敢若囡仔咧办公会啊咧。若要照这个乱来的进度，是要催到当时才会行啊。你在做啥？对不起伊头前阮兜来批，讲甲我关一个废墟，还要开这个无名。你这个老婆，我甲你也无想啊，谁让你才会让出来抢我的麻烦？我见到你哦，唔通帮我帮我心坏啊！住手！收这个！我的房子就甜啊！你要叫咩？就甜。我马上送你去病。医生讲哦，你真正是足好运的，只是有邮差挥发气体混入目睭，唔是迄个邮差直接破掉。